继续关心中国军机伫土来扰台，昨昏是世界杯击败咱的西南空袭，拢互咱的空军用广播赶走。也毋过，嘛那亲像为了着对方真嚣摆，呛声讲台湾是中国的。中国军机军舰上台城扰乱台湾周边海空域，根据台湾 ADIZ 分转公布航迹记录，军机从中岛4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，关度伫6000公尺左右，拢互咱的广播距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6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进入我 ADIZ， 影响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国军机伫15、11點03分、11點23分、12點13分、甲12點49分4擺來擾亂，尤其伫咱11點03分公布距離了後，疑似強機飛行的不明聲音來源，搖擺翻牆。台灣省永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！其實中國軍機搶奪國軍已經毋是頭一擺，國防部每一擺強調，攏用任務艦加岸地飛彈系統嚴密監控甲應變。這個月到15為止，中國軍機進入台灣空域12天，公布距離記錄總共有42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另外。